镜周刊报道，卫视中文台《封神无双》邀请郭子干参与演出谁没台词单元，演出监狱囚犯的郭子干接连接受吴尊、山猪、易翔的模仿挑战，被许孝顺尊称为模仿祖师爷的郭子干一一破解，惟妙惟肖地模仿了柯文哲、李涛与苏贞昌，还只花了24秒背出台铁西部干线所有站名，连学他的易翔要表演杀蛇都被他提前破梗。郭子干杀的模仿军团溃不成军，而挑战成功后，还加码模仿当下最火热的唱、大喊得到挖得出去，人进得来，监狱发大财，让整场演出笑声不断，从头笑到尾。首先由吴尊拿出在各大综艺节目模仿柯文哲、李涛与苏贞昌的功力挑战郭子乾，一旁的饰演郭子干小弟的黄邓辉拼命拱郭子干上前 PK， 让郭子干气到抓起黄邓辉的领口说：“我是领多少钱要表演这么多？”但随即当场模仿起来，吴尊当场被比了下去。而山猪则了破梗，要郭子干背出台铁西线所有站名。郭子干马上在毫无准备下，当场背出台铁从基隆开始到共79个大站站名，前后总共只花了24秒。